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15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1000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16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17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1分1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18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19点同样的瓶子